你呀，神经病！你不说这些呀？人家就是想考验你呀，考验你对人家到底有多细心、多认真呀。哎，你现在是在追我哎？难道你不应该做这种功课吗？什么事情都应该替我想好啊，这还用说吗？哎，不是我说你。好了好了啦，人家第一次跟你见面，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了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。下个月呢是我的生日，你就要好好的买一份礼物送给我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呢我叫人给你发一张清单，就把我所喜欢的礼物和我不喜欢的礼物都告诉你。哎，这次你千万不要买错了。哦，对了，不会主动索取，我会等着你给，因为我明白让你主动给我，比我豁上脸皮索取对你更有吸引力。周浩，在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吧，你不可能再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了，你早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。其实呢，还有就是我喜欢的品牌里面呢，就是每一样都要很精致。哎，我知道你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北方人，您能把那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吗？还有，我不管你实际年龄有多大，就您这长相，说说我妈表姐都有人信。您能不捏着嗓子装老板林志玲了行吗？还有，我爸今天让我来追你，说白了就是让我追你们家的钱跟实力。你爸让你来跟我约会，估计这目的也差不多。那咱就痛快的，你要是愿意嫁给我呢，我可以娶你。不过，我这不光心不会在你那儿，我这人也不会在那儿待多长时间。我会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人，你也可以去找你喜欢的。一句话，结婚证往爸妈那儿一拍，咱就算是交差了。您要是觉得可以呢，这事儿咱今儿就这么定了。您要是……你呀，神经病！朱超，这些都收了吧。哎，周少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一定不会原。哎，什么意思呀？你去死吧！瓜梗问题就能。妈这些年呢，从你们身上。喂，在家吗？在。开门。你爱过我吗？你爱上我了？对。不用扶我，事儿。没事也得扶你，我们俩愿意扶。我就挑的酒好喝嘛。好喝，好喝。7点一出，谁与争锋？以后这种问题就别问了啊。就是，姐姐，我来背你吧。来，哎，不用，我能自己走。他怎么醉那么厉害？没喝多少酒啊？他今儿心情不好，你没看出来啊？我那二爸。喂，哎，不许给我提他，谁要给我提他，我跟谁急。不提。不许提他那个小老头来破坏我的心情。啊，不提了。说，我调的酒是不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酒？是，当然是。那有我在的酒吧，是不是全世界最棒的酒吧？哎，那当然了，对当然是呀，那当然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干嘛呀？你这。小老头，你听到没有？
慢点，干嘛呀，琪琪？干嘛这是？没用，来，坐这儿说，坐这儿说。没有用的。你记不记得，我们小的时候，小小头就特别爱去酒吧。后来你跟二妈走了，他就更喜欢去。他总是说，那里边有美女，有他喜。你居然能把莎莎骂的回去哭了整整1个晚上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家里已经放过话了啊！万源集团要跟锦鑫合作，那是10辈子之后的事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特有成就感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万源新烈让你给搞的，我廉价卖都没人要了。你把锦鑫集团又得罪成那个样子，你说你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想把我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都给我败光了，你心里才踏实啊？爸，您是没看见莎莎，你要看见的话，您也会那么干的。是，我是可以为公司卖身，但是您至少也得给我找一个让我看着她我能吃下饭的主吧。就那大婶儿，长得就够夸张的了，那一张嘴你就彻底想把她扔在马桶里当那什么给冲了算了。你要让我天天面对那么一主的话，我宁愿回来当清洁工来。再说了，全世界投资公司那么多，不跟景鑫合作就不跟呗。你看那家女儿都已经成那样了，他们家老子肯定好不到哪儿去，没准不跟他们家联姻还是件大好事呢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是想当清洁工吗？好啊，我成全你，你现在就到后勤部去给我报道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给我扫厕所。是啊，您要是不怕丢人的话，我也不怕呀。薛洋都能给人家车厂打工去，我怎么就不能给自己家公司打扫卫生间呢？爸，我能跟您提个要求吗？我能专门打扫董事长办公室的卫生间吗？董事长。喂，哦，是王姐，对，是我。哦，他们已经到楼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电梯口接他们。好，好。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！等我这2天把卖万源新力的事儿处理妥当之后，我就考虑如何整治你。你给我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吧。